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2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一聊中东，聊一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以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21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21天，也是穆吉塔巴就是哈二音信全无的第21天。当地时间3月19号，也就是北京时间3月20号凌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当然了，这个内塔尼亚胡也可能是 AI 也按照盘们的看法，内塔尼亚胡已经死了，现在现身也不知道是人工智能还是什么。总之他说经过以色列和美国20天的空袭，伊朗已不具备铀浓缩或制造弹道导弹的能力，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持续到必要时刻为止。这个内塔尼亚胡这个表态很有意思也就是说伊朗铀浓缩能力已经没有了，弹道导弹生产能力也没有了，但是这个仗还要打到认为就是有必要停止的时候再停止，并且这个内塔尼亚胡他还说他自己承认是以色列单独空袭了伊朗的天然气气田。现在呢，以色列方面要遵守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的就是暂停后续的空袭能源设施的要求。特朗普要求这个以色列不能再打击这个伊朗的能源设施，这个也符合特朗普的这个行为因为特朗普这个美军打击那个哈尔克岛都没有炸那个基础设施，都避开那些管线，那些瓶瓶罐罐的，结果你这个以色列对吧，就单独去打击人家的这个能源设施，这个不符合特朗普的这个思路当然了，特朗普在记者会上他也说了说他已经告知内塔尼亚胡不要攻击伊朗境内的能源设施，并且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就是伊朗你也不能再打击这个中东的能源设施，如果要打击的话，那么特朗普就要下令继续摧毁伊朗的能源设施，那就彻底都别过了，给伊朗更加毁灭性的打击。网上也有很多人很多媒体当然伊朗方面也这么说是特朗普上了以色列人的当，是以色列人把特朗普拖入对吧一个美国人不喜欢的战争。这当然了，胡锡进老师也这观点但是内塔尼亚胡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了就是驳斥了是他将特朗普拖入冲突的说法，暗示其在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行动中非主导方，至少这个他不是这个叫主导方。关于这一点，特朗普自己也承认了对吧？特朗普面对记者是说这个美以是联合行动，但是他有决定权，就这个意思同时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他在一次内部讨论中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甚至还没有进行到一半。同时，以色列高级军官也暗示目前还没有结束这场战争的时间表。据称根据最新高级别磋商中提出的评估，以军领导层一致反对现阶段停止行动。以色列安全官员担心他说，尽管最近的打击行动已大大削弱了伊朗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但现在结束这场军事行动可能会导致几个月内再次爆发战斗，也就是说除恶务尽，斩草要除根。现在草是砍掉了，但是根还没除，现在就收手的话，未来几个月或者几年还得打。那这是以色列方面的这个动向。我们再看看伊朗方面，首先是伊朗又这个进行了真实承诺4第65轮打击，这个打击跟那个前64轮是一样的主要是用于表演的，用于宣传。3月19号，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遭伊朗导弹袭击，一处炼油厂的核心区域受损，冒出浓烟。此次袭击造成的电力系统受损，海法部分地区停电。当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伊朗方面发动真实承诺4行动第65波攻势，这次袭击没有给基础设施造成重大损失，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伊朗打击效果为什么这么差呢？首先它大批的弹道导弹都被这个防空系统拦截了，沙河的无人机飞过来也没戏，那玩意儿飞得太慢。然后呢，只有什么导弹会这个漏网之鱼呢？就是那个装了集束弹头的弹道导弹，那个集束弹头对吧？那太多了以色列人算了一笔账，如果用防空武器把那集束弹头全打下来，那么他们消耗太大，所以以色列方面现在就是已经决定不拦截这种集束弹头。集束弹头大家也知道它对人员杀伤大，但是它对这个设备打击力度非常有限。
所以它就是海法的那个电厂和炼油厂，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故意漏网啊放过来的，所以他们击中了这个炼油厂，但是损失非常小，远远小于这个乌军啊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用的无人机啊造成的破坏。以色列军方啊同时表示啊，以军迄今摧毁伊朗约85%的防空和探测系统，就是雷达啊，摧毁或瘫痪60%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那还有40%啊导弹发射器还没找到啊，更没有摧毁。说到15%的防空和探测系统啊还存活啊，那这个据说啊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这就是今天啊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据伊朗说啊，美国的一架 F-35被伊朗的防空部队击中或者叫重伤，甚至是摧毁。我们看看这怎么回事啊？当地时间3月19日晚，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表示啊，我们此前多次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经常发出口头威胁，但他必须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已为他和以色列准备好了惊喜。今天打击美军第5代战机 F-35只是其中一个，他们应该期待更多的惊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月19日宣布击中一架美军 F-35隐形战斗机，对其造成严重破坏。伊朗媒体报道，这说明伊朗的防空不仅没有被摧毁，而且仍有能力对抗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装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办公室声明，当地时间凌晨2点50分，一架在伊朗中部领空执行任务的美国 F-35战斗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中并严重损毁。目前该飞机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但坠毁的可能性极高。那么晚上还有这个视频啊，也就是 F-35好像这个被导弹击中，看这个视频啊，这个防空导弹是迎头啊飞向这个 F-35，但是啊这个视频也显示啊 F-35并没有爆炸，也并没有掉下来，继续飞行。那美国方面怎么说的呢？五角大楼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回答，我们得知一架美国 F-35战斗机在伊朗上空执行作战任务后，在美国地区空军基地紧急降落的消息。该战机已安全降落，飞行员情况稳定，有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那就说明美方承认了啊，有一架 F-35在伊朗上空遇到问题，他承认了。然后但是这飞机呢已经在这个中东啊美军的基地降落了，飞行员飞机都没问题，但是又有视频为证，对吧？那是明显的 F-35是遭到导弹的打击。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至少第一个说明啊，这个伊朗的防空系统确实还没有被摧毁，那15%还在起作用，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说明伊朗的雷达防空系统还是能发现 F-35战斗机啊。这个 F-35不是第5代隐身战机吗？而且这个恐怕也是迄今为止啊第5代隐身战机被发现并且被这个导弹差点击中，一发入魂呢，这也是迄今为止啊应该是第一例。虽然这个 F-35没有单场击落，但是也是受伤不轻呢。估计啊这个导弹还稍微差了点，就是爆炸的时机啊，它这个导弹一般的是并不是说击中飞机啊，防空导弹一般都是在这个飞机附近爆炸，爆炸之后那个碎片是吧，击中飞机，那飞机就完了。所以它这个导弹也可能啊不是早了一点，或者要么就晚了一点。虽然给 F-35造成了这个损伤，但是不是致命的，所以 F-35还能飞回基地安全降落。所以这里面就有个问题啊，这个战已经打了21天了，怎么伊朗好像突然醒过来了呢？前20天被美以炸的是晕头转向，不要说 F-35隐形战机了，对吧？就连那个什么 B-1B 枪骑兵战机在那个伊朗上空飞来飞去的，他都发现不了，没法打。F-15对吧？这种也是非隐形战机，也是在这个伊朗上空如入无人之境。也就是说，为什么21天之后伊朗突然开窍了呢？这个肯定不是什么技术的突飞猛进啊，就是说伊朗突然发现了什么技术。很有可能啊是正义联盟哪个大哥给伊朗送去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关键设备，或者是教他怎么对吧怎么用。那个五角大楼啊在调查这个事情。实际上啊我觉得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他们心里有数，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不可能是这个伊朗突然开支啊，肯定是一个第三方送的。如果把这个美国的 F-35 B-2或者 B-52对吧给他搞下一架在伊朗上空啊，那这个对特朗普对美国的震撼就比较大了。同时啊咱们
们再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啊，我为什么说这个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心里有数呢？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他在3月20号这个记者招待会上，他宣布啊，以色列摧毁了伊朗在里海的整个舰队。你说这叫什么事？伊朗的里海舰队，你说招谁惹谁了，对不对？你说要对这个美军啊造成威胁，那也是波斯湾，里海是这个伊朗跟那个什么高加索那些国家啊，最主要是跟俄罗斯连着嘛。这个内塔尼亚胡说啊，以色列对里海的伊朗海军舰艇发动空袭，在港口城市叫安扎利港附近发生剧烈爆炸，目标与伊朗的北方舰队有关。报道显示，多艘伊朗海军舰艇遭到袭击，标志着冲突的地理范围显著扩大。这是以色列首次直接攻击该地区的伊朗海军资产，把里海的伊朗的海军给摧毁。这个实际上就是目的啊很明确啊，就是切断俄罗斯跟伊朗之间的支援。大家也知道啊，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啊，这个伊朗支援俄罗斯都是通过里海，对吧？你说那个船呢，装什么沙克的无人机或者导弹，直接就通过里海运到俄罗斯。那么这一次呢，俄罗斯给伊朗运送沙克的无人机，运送这些导弹或者是雷达，也可以通过里海，天上不能走，对吧？这些飞机都已经被炸完了，里海是唯一的一个安全通道。那这回内塔尼亚胡为什么把里海的这个伊朗的北方舰队给摧毁呢？实际上就是掐断啊伊朗跟俄罗斯之间的联系，阻止伊朗与俄罗斯通过水路交易。就我在想啊，至于到底是哪个国家给伊朗提供的这种技术，对吧？让他能够锁定 F-35战斗机，这个还不好说。但是啊，我们接下来看特朗普啊怎么表态。如果特朗普突然啊对俄罗斯翻脸，或者突然对某个国家翻脸，那就说明是这个国家在里面搞事。如果对吧，特朗普再炸哪个国家驻伊朗大使馆，也能说明问题。这个绝不是伊朗自己搞的啊，一定是正义联盟哪个大哥出手。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啊特朗普不出手的话，那么意味着这个美国以色列这一次啊行动恐怕要中途而废，也就是美军的啊和以色列的制空权呢要大大缩水，打个问号。连 F-35在这个以色列啊都得不到保障，也就是都不安全，那你说后面还怎么进行，对吧？你全靠什么战出外武器，那成本太高啊。没有了制空权，那你还怎么派地面部队？那就更扯淡了，对吧？派地面部队的前提是有制空权呢，完全对伊朗实行压制。所以说啊，如果特朗普把这个事不搞定的话，那就是美国就要丧失制空权。一旦丧失制空权，那这次行动，对吧，不就半途而废了吗？我个人推测啊，应该是俄罗斯。那现在就看这个特朗普敢不敢跟普京翻脸。大家还记得吧？是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这个以色列已经有官员啊在警告普京了，对吧？如果你要怎么样，我们有能力斩首这个普京。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啊，就像斩首哈梅内伊、斩首拉尼贾尼一样，斩首普京，对吧？这些东西都是有的放矢啊，对吧？警告的意味非常浓。当然了，伊朗的外长阿拉戈齐他也说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齐3月18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呢，呼吁国际社会不应双标，不应该对以色列的鲁莽行径置之不理。阿拉戈齐说啊，假如伊朗总统也向一名外国大使展示一份击杀名单，什么意思呢？主要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视频，向美国驻以大使叫什么赫卡比啊，展示一张有关暗杀伊朗高层的卡片，也就是扑克牌啊。称当前从上面抹掉2个名字，暗示拉尼贾尼和苏莱曼尼已经被暗杀。这个阿拉戈齐就说了啊，他说如果我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向外国大使展示一份击杀名单，就是暗杀名单，上面有美国总统、国会领导人、高级将领等，然后宣布将逐个消灭他们，那么伊朗将遭到什么样的对待？而现在至少已有11名伊朗政权核心人物被杀，西方大国 C 位支持美以行动，但至今仍保持着可怕的沉默。这个阿拉戈齐意思是说，这个西方国家双标啊，内塔尼亚胡居然点名啊，一个一个的暗杀，你们都不说话。假设我们总统佩泽西奇扬要暗杀特朗普，那你们会怎么说？所以你看啊，这个以色列军方啊威胁普京要暗杀普京，这个伊朗外交部长对吧，要威胁特朗普要暗杀特朗普，这是好事啊。我个人认为啊，有这个能力你就去干，不要说以色列啊，对吧，就冲普京下手，你这个伊朗你就冲特朗普下手，不要客气，不要唧唧歪歪逼逼赖赖的，对吧？人家已经把你炸成这样了，人家把你哈梅内伊对吧，哈梅内二对吧，这一大堆人都给送走了，你还在这儿问人家有什么招数你就上吧，你就冲着特朗普去，擒贼先擒王嘛，对吧？或者冲着内塔尼亚胡去啊，对吧？这以色列人你就冲着普京去，很有可能是普京在里面捣乱。
乱啊。我们再看啊，这个伊朗这边领导反正是炸不完的啊，炸完一个又来一个，送走一个又来一个。伊朗媒体报道啊，前副总统、前国防部长侯赛因·德赫甘已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替拉尼贾尼。那这个位置啊，目前应该是2号人物啊，也就是实际上控制伊朗的人。不太清楚这个人啊能干多久。现在有网友分析啊，如果这个人啊一直干下去，那就说明这个人很有可能啊跟那个摩萨德有关系，跟以色列啊跟美国有关系。如果他干不到1个月就嘎了，又被送走，那就说明他啊这个是清白的，不是疑奸。反正干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是疑奸呐，是奸细啊。我们再看看美国这边啊，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就19号啊，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啊，他已经告知内塔尼亚胡不要攻击伊朗境内能源设施。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也发文啊，称美方对以色列袭击伊朗油气设施事先毫不知情。当然，这个内塔尼亚胡已经承认了啊，是他自己单独干的，这事跟美国人没关系。华尔街日报啊，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鉴于伊朗局势升级，驻扎在日本的美国海军迪里波里号登陆舰以及其搭载的海军陆战队正在前往中东。一名美国官员以及3位知情人士透露啊，随着美军准备采取针对伊朗行动的下一步举措，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部署数千名美军士兵，以加强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这个被视为啊，美国要向伊朗派出地面部队的一个信号。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变故啊，就是说美国的 F-35在伊朗上空差点被击落，这个很有可能啊让特朗普要重新考虑。但是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啊，他19号说啊，说美国可单方面释放石油储备，海上有大约 1.3亿桶伊朗原油，美国可能取消对在海上的伊朗原油制裁，跟那个俄罗斯一样啊，也就是伊朗已经开采的漂在海上的这些油轮里的这些油啊，美国要取消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没有在攻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以允许伊朗石油继续从海湾地区流出，对吧？这个目的也是为了抑制油价呀。同时啊，贝森特他也说啊，我们将拭目以待哈尔克岛最终是否成为美国资产。所以贝森特这句话啊，就暴露了特朗普的意图了。下一步目标啊，很有可能啊，美军就是要占领哈尔克岛，捏住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钱袋子。这就是特朗普为什么心心念念的，对吧？不允许以色列去炸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如果你把它炸了，那特朗普跑去抢占有什么意义呢？还得花钱去修啊，花钱去开发。我们再看看这个中东啊，这些王爷国什么态度啊？首先，这个埃及现在已经选边站队啊，明确站到了这个阿拉伯国家这一边。埃及总统塞西访问了阿联酋和卡塔尔，称伊朗的袭击罪恶且毫无道理。他表示啊，阿拉伯海湾地区的安全是埃及国家安全的延伸，并承诺全力支持维护海湾合作委员会的稳定，对吧？就是又是一个反伊朗的阿拉伯国家，或者叫中东国家吧。根据 CNN 报道啊，这个土耳其的外长那就直接开始开骂，点名开骂啊，骂谁呢？骂伊朗的外长阿拉戈齐。这 CNN 土耳其频道报道，他说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就伊朗轰炸阿拉伯和卡塔尔一事斥责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齐。他说啊，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们正在为你们召开会议，你们却攻击我们的会议地点，也就是这个沙特啊、土耳其啊、卡塔尔啊、阿联酋，他们这7、8个国家不是在中东召开会议吗？结果会议地点啊遭到伊朗的打击，这个菲丹是气坏了啊，土耳其人呢，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说实话啊，这个菲丹啊，你骂阿拉戈齐没有意义，阿拉戈齐就是个肉喇叭，无权无势，炸这儿炸那儿都不是阿拉戈齐说了算，也不是什么佩泽西奇安说了算，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周四，沙特阿拉伯外长费萨利啊，在利雅得举行的区域外长会议后结束，他说啊，就是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王子吧，沙特阿拉伯的嘛，费萨尔。他说，伊朗正试图通过袭击向邻国施压，沙特不会屈服于压力，相反，这种压力将适得其反，而且我们已经明确表明，我们保留在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也就是沙特也可能要参战啊。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猛烈抨击伊朗，说信任已彻底粉碎，军事回应不排除。这是对伊朗发出自战争爆发以来海湾国家最为强硬的警告。特朗普啊，威胁伊朗不要升级局势，否则将彻底炸毁整个南帕尔斯天然气田，
同时啊，这个伊朗的回应啊，还是这个外交部长阿拉戈齐说啊，伊朗针对以色列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回应只动用了伊朗的一小部分实力，如果伊朗的基础设施再遭袭击，伊朗将会零克制，也就是再也不忍了，不再克制。这么一说的话，也就是啊，双方互相攻击基础设施啊，这个事情就告一段落了啊。首先是特朗普警告，对吧？你说再炸，我就把你彻底摧毁。那边呢，以色列说我不炸了，按照美国的要求啊，不打击这个能源设施。那这边这个伊朗就借坡下驴啊，说你要再打我，我就零克制、零容忍。所以说啊，这个到此为止啊，就是这个互相打击能源设施的这个行为告一段落。简单点说啊，就是打仗归打仗，日子还要过啊。同时，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的发言人也说啊，我们警告敌人，你们攻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伊朗无意将战争范围扩大到石油设施，也不想损害友好邻国的经济啊，各自赶紧找个台阶下。最后我们再看看伊朗国内啊，这个伊朗国内现在也是叫群龙无首啊，因为这个领导换得太快，有的领导对吧，各个部门还没熟悉呢就走了，又换个新领导，又还没熟悉呢又走了，你说这怎么弄呢？各个部门领导也换了，你说谁找不着谁？所以说啊，群龙无首啊。当地时间3月19日，伊朗情报部门通报，那情报部门头子刚死啊，刚炸死，他开始通报了啊，说自冲突爆发以来，已逮捕178名叛国者以及受美以雇佣的人员，这就是内斗啊，互相抓啊，抓内奸。你说说吧，美国以色列炸死一批，然后他们自己内部还搞死一批，所以说这个对伊朗这个干部储备啊，这个考验很大。在后面没有干部了，伊朗反对派发布的视频显示，伊朗巴斯基民兵成员在德黑兰一座桥下躲避，疑似遭到无人机袭击和锁定。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成员挥舞着白旗，希望借此避免遭袭。你说滑稽不滑稽？在德黑兰首都那个立交桥下面，巴斯基民兵在那儿在桥底下啊挥白旗，向谁挥呢？向天上的以色列的无人机挥白旗，不要炸，这就投降，缴枪不杀呀。这就是因为这个以色列的无人机啊和战斗机遍布德黑兰的全城，打击伊斯兰政权这些爪牙，在德黑兰上空展开定点清除行动。总部位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反伊朗武装组织库尔德自由党呼吁各地库尔德武装力量对伊朗采取行动。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空袭，局势持续升级的背景下，部分伊朗库尔德反对派已开始集结，甚至有数千名武装人员从伊拉克方向进入伊朗境内发动行动。与此同时啊，多个长期分散的库尔德政治武装组织正在加速整合。今年2月，有5个主要伊朗库尔德组织组成了联盟，宣布成立，其目标包括削弱甚至推翻伊朗政权，并推动库尔德地区的自治甚至自立。最后一条新闻就是英法德日6国承诺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就在这个特朗普感到绝望的时候啊，3月19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日本6国表明已做好准备，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适当努力做出贡献。但是他不是马上就派去啊，他要看情况，也就是响应特朗普的号召，但是不是马上就派军舰去，得满足一定的条件呢，这就是博弈啊。所以说今天啊，最重要的一个新闻就是美国第5代隐身战机 F-35在伊朗上空遭袭遭锁定，这个事情非常大啊，决定了后面整个战争的走向。所以下一步主要看特朗普对正义联盟大哥和二哥的态度有什么变化，这个特朗普的态度就说明一切，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